1日到石木村，木族头前路系看唔到边的沙沙嘅，同洋洋嘅墙山系鬼太嘅对比。天时好嘅时节，路按定人讲嘅，是菜龟难想象不风采落太热嘅时节，穷山恶水嘅情景。风采贵要嘅到位，也只嘅明日上能切台怪树睇嘅热，可能用嘅也切唔黑，只有先一条准嘅位，上是太水落嘅时节，引到奈路黑。一年呢，也只嘅冇乜嘅改变，天气嘅买一睇沙沙大下嘅乡亲，只有到外种亲人嘅工种。现在我田迄有4球田，你看到面当2球，下尾2球全部本来囤到。你看省府都签是啲东埔咱用主体咩供养种他妈多。侬会请到东埔几天吗？因为其实你要请人的没有，也是要有机缘的，都凑巧有人愿意租，我们就把它租下来这样子。也内含村到一些的路村一多树一多，政府台中省生化4、5年内，去年嘅白太水可也温室，顺化也过厉害。我是种了9年投资当多呢，投资规下弄强。它的温室弄全部照样。全部被那一片曾经同嘅长洲人，如果好运呢？去年白的时间冇疏顺，也白嘅疏顺也唔会冷。大部分石木村居民嘅农地，都系台太生养林嘅溪育林地。大多数种托马多、长洲也都长吹果子，靠唔久。故作乡亲请降落太热，路唔通，安好嘅疏顺也系拍了。你下讲伊就是很做的啦。做的不过，人家下一阵西北雨，那个爱玉石地又不能过了。新中网都今年的行偏头啊，都太路都还冇做，还冇咧重建做好啊。尤其人家乡下路马木老人今年呢还冇重建啊。我们在很严谨的一个规划过程中，就稍微有时间上来讲稍微慢一点，但是我们也是很积极的在排除这些困难，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在年底之前应该都可以全部把它发报出去。石木村2日到石木太橋也只嘅一段路，更加路係黃闊闊的，更加怪樹呢也規模限體樹叢，以面已經係豐富期嘅。其實呢本來睇下嘅後背也只嘅係有路有橋嘅好行嘅，更加完全看唔出的。睇下路是要行一條路，唔過一條路呢見落太熱啲水鋪上來。也路都看唔到嘅，大家也出唔得去。更加村民如果希望講係黑的問題、永久物嘅問題無法度解決，交通還係真重要嘅。因為起碼人哋係顧得到生活，人哋地杯種嘅東西係做得運得出去。居民清菜意嘅係係生活，因為黑的問題食材拖啊太久嘅。信義鄉的117戶其實在10年前，什麼桃枝台風啦，那個更早的一些台風來，他們的家人都會受危害。那因此也談了10年了。那談像說要遷村啦，要怎樣啦？那甚至於跟台大的土地要搬到哪裡去結果都沒有成功。那配合的莫拉克台風，那這一次總算可以安置在南投市佳東角地區，那面積還蠻大的大概有4公頃左右。如果以這幾次天災看來，我覺得真的是不宜住人了。而且從去年88，其實從賀伯就開始了啦。可是88剛好從源頭我們從阿里山那邊、玉山那邊下來的土石是非常驚人的，還留在那裡。那已經都比路面高了，那表示下次的颱風或雨，它下來，它會把它再往下帶或往兩邊帶，所以這也不是用一些的工法就可以擋住的。事實上，台灣也沒有這樣的錢跟人力去從源頭做數據。石木村1年、5年同8到12年，
去年88太岁嘅時節，雖然無太大嘅損害，今年2年本人認天唔拉安全，或天做天氣熱，亦到天氣大多數居民都已經申請永久屋嘅。唔過有位人士嘅仔民已經係預備永久屋。同樣台南頭樣，水利嘅永久屋也會完工嘅。新義鄉第一批永久屋，路行看唔出一隻片。新義鄉包括神木、同富、亞洲總頭，總共28戶88太歲嘅時節，屋嘅總開總係嘅鄉親，而呢永久屋嘅天梯睇亞隻嘅，也係民間鄉嘅傳統土地。另外還有8個戶，而呢係包做天期位嘅鄉親，永久屋嘅天梯睇南投市，也其實兩隻位所離呢更加係喺神木村，路有50公里安樣嘅距離哦。亞隻嘅係7月初1嘅時節開闢，7月初2路通工嘅，公頭講呢其實。一般最少要4整年的工期，不過也就係按算9年未來完工，故所以講，伊呢也只有幹些嘅。本旦希望就總統指示離宅唔離村，離村唔離鄉嘅原則。不過因為食材各方太唔多共識，最裡面請唔簡單，請到離神木村50公里遠嘅民間鄉屯南投市。不過安尼喺啲位所屯鋼鐵路價格貴遠，有鄉親講食材太遠呢，搶上路橋嘢，啥也無奈何。南投到東部大概最起碼要1個半小時吧。就是一趟哦，不是來回哦，來回要大概要3個小時。那個時候可能就會考慮到，可能小孩子跟太太會在那邊吧。那自己就是在這邊暫時先住公寮啊，還是說跟人家租房子啊？做這種打算這樣。不可能係分隔2地啊。對。生活可能會變到更艱辛，不過貴廠也只有接受政府嘅安排。看起來係啲問題，貴廠算解決的，其實係有其他嘅變數。神木村鄉親因傳講係出去路歸神木村唔得的，因為更加강中嘅林地愛數多轉去，屋嘅也會拆開。故所幾多村民講，因為冇愛永久屋嘅。唔係屋嘅好帶出做得人啲嘛，因為要投入去做呢，將安尼做農啊，要有體育本來做呢。所以啊，我觀念找人去電視啲啦，係咩啊呢？相當於地鐵係咩？嗰種地位強過蔬菜咧，都買還有食法。啊，半夜帶政府嗰本來。付出人食飯嘛，所以講愛掠到掠閒不一定啊，係啊。你講處理做得啦，你要有前提太大的地，如果有很好的有工作有收入做得啦。愛講哦，如果這樣哦，我們不要出去，你就會下來一下死鐵，下樣啊！你出去我本冇工作，慢慢的做嘛。有位總比一共都也看事情，如看那位了。不過相關普飛如澄清講，農民更加강中嘅契約林地，如無愛數多轉去。不過主體項嘅屋嘅會長毛，啥講法冇共用。基本上，如果照目前就是這樣嘛，有契約林地的，他們還可以耕作的；跟我們有約的，當然還是照樣。那除非他們自己放棄了，或者天災讓他們沒辦法做了。照樣做得去種，啊，做得去收成。我今晚冇人去拆啦，冇人去拆嘢屋啦。可能啦哈，可能有一間政府會講啊，你既然做唔得大，讓你見天安你聽啦。哎，但是你的山當照樣做得用啊，沒做唔得用啊。希望啲山當嘅屋做嘢很多倉庫啦哈。也變東西啊，農工機器也萎縮咁樣啦。哦，唔係講
等于重建会从来冇讲要让伊拆退，但是讲伊嘅土地係有流失危险，要拆退，要征收，政府要让伊征收。既然选择在永久屋的话，那势必这个地区是要被征收，因为是不安全嘛，所以我们不希望你再回来住。租地收回的意思就是连房子也会拆掉吗？当然了，这当然都要收回，因为它确实是不适合居住的啦。那也不希望说它拥有2个地方，那随时回去，那安全如果堪舆的地方，那我们还要找人来帮他协助保护等等，这是造成我们的一个资源的浪费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他还是既然有永久屋的安置，我们希望说他就到永久屋去居住。这2个桥有没有通？应该不是。这个有钢拱，那个钢拱。那这是第一个桥呢？这个。县政府花无公示，不过谈起来态度是把强硬，因为系大家提3党的一切都唔是改变，天照讲，屋嘅照黑，要多嘅一间永久屋也唔係幾合理。不過居民就講，係屋嘅拆係的，伊能提3黨做事嘅時節都多太熱，而變下難去咯。屋嘅會拆冇，天會數多轉希望，如無人本伊能確定嘅答案，伊能弄降下山咯。雙面政府嘅政策一再的，根本伊有無中央，同樣伊有無中央嘅時間伊呢新聞難睇啊，每在動有公信力嘅人講，可以將外頭村民帶到內方去幽默嘅方式，全部冇一隻動明確嘅決定嘅呢。你不管開麥嘅飛1擺、2擺、3擺，唔會難睇啊，係咩呢？批圖唔清楚，溝通唔拉，使到當初嘅好意日漸日變質，本人開始疑負，為永久屋起好嘅，啥無人去開幕。1892月時節政府起屋，起到後背起1344戶結果一般嘅人放棄啊，冇啦，冇去帶，所以變咗。最後嘅國有財產局去了被標售，另外唔咩，另外是用民間嘅慈善團體募款起屋送另外居民冇空讓該雙擺要出錢，另外唔是出錢。我第一次聽到，我也覺得很壓抑啦不過先把家園重建，先把它建立起來，產業重建或是其他的重建、心靈的重建、心理的重建，我們再慢慢來想辦法。不過對民眾來講，生活同下的位數根本冇可能分開來考慮。故所政府無限稽查，唔係冇做事情，啥可能看唔到效果。石木村遷出嘅事情已經拖了10多年了，因為居民認為一擺也冇聽錯會解決。這個牽扯的問題太多人太廣了，不是說你3言2語就能夠解決的。因為我們的地是台大的地，它受限這麼多，我們從林務局抗爭到台大又抗爭到林務局，多少次了也是沒有什麼結果啊，對不對？那你限制越多，我們錢賺得越少，我們就待在這邊的時間就越長。你政府又沒有辦法把我們遷租出去。對不對？你沒有辦法讓我們能夠安居樂業，你難道要叫我們去搶嗎？對不對？政府干黑唔干涉，政策推行當然路唔順遂。唔過顧到效益同公平，又應該照顧到用嚟嘅長途咯。對居民來講，也唔單止係辦屋咁簡單，
迄身份唔会变啊个好，做嘛给我离开，迄个世世代代嘅山难咯。石木村民嘛个时节能做得正经，按其农业，政府两难，企业也系两难。